日本估计新增加10万人，这阵东京防疫抽到上关坎。南韩这阵是4万多人，估计是增加5倍，按算8月中恐惊有20万例。这个保守党之战经过2轮登票，印度裔移民之主苏纳领先，可能正做是头一名印度裔的英国首相。标价这阵宣布要捐6000亿台票给家己办的基金会，未来退位可能会将差不多所有财产拢捐出去，要退出富人榜。两千两百大家好，我是阿明詹伟民，欢迎做伙加入新闻世界通。每讲30分钟，和你正做国际新闻通。新闻一开始要来关心，顶个月才开放边境日本，这阵煞进入第7波疫情，估计病例哇近10万人。东京已经把警戒提升到最高级。另外，南韩病例数也在压，估计新增加是4万人确诊。卫生单位就估计讲，8月中、9月中可能会变作是5倍，超过20万人。自欧美开始流行的 BA.5， 嘛已经变作是日本和南韩的主流病毒株。而且最近咱讲2天哦，日本、韩国也出现上新的变异株。BA.2.75。日本东京都14召开的视讯会议，参加的专家提出警告，因为到13个7天内，单日平均新增加确诊病例超过1万人，是将一礼拜的平均达2.3倍。所以，接下来7天，日本的疫情会出现感染扩大。同时，一旦医疗人员也出现感染增加情况下，包括防疫的医疗服務等社會機能，恐驚有不利的影響。新たな変異種 BA.5 への置き換わりが進む中で、さらなる感染拡大に最大限の警戒が必要です。まずは強化された対応力を全面的に展開することで、新たな行動制限は現時点では考えていません。韩国疫情原来有反口的现象，13、14连续2天的单日新增加确诊，拢超过4万人。虽然离5月中的5、6万人也阁差一寡，不过当地疾病管制局 KCDA 闭关的预测，8月中至9月中这段期间，单日新增加确诊会增加到20万人以上。KCDA 放令第4期疫苗免费注射资格，为原本60岁以上降到50岁以上。无正相关族群第4期注射率干32%，实在无法度防止疫情阁摊开。另外一个疫情严重的大国印度，连第3期注射率嘛干8%，也就是讲18岁至75岁的大人，也有将近6亿人无注到第3期疫苗。卫生单位提出一项75天的推广计划，若是年纪符合资格的成年国民，拢会当免费注第3期疫苗。美国西华门户之一的洛杉矶，包括新增加病例加断疫人数拢有增加。当地媒体报道指出，连做7月29日的期限前，各项相关指标也是保持高水准，包括洛杉矶市中滩等几十个都市在内的洛杉矶郡，拢爱持续来强制挂嘴暗。公司新闻徐家仁编译。搁来看到哥伦比亚北部最近大水雨是落袂停，西北部这个山区一间小学拜是被土石流淹掉咧，军警拢赶到现场要来救援，当时咧破下堆内底，也搁听到有人喊救人的声音，不是个也是有3个囡仔不幸来过往。大批军警甲救援人员伫南头顶屋，突然因听到动静，全拢跑落来。哥伦比亚西北部这个山区小下半时，因为连日大雨爆发土石流，教室封山做平地。迄当时有24名师生等咧餐厅食饭，因听到真大的声音了后，18人顺利走出来，只不过其他人掉伫厝遐石头甲南土中。赶到现场的救援人员争取时间，希望救出更较侪人命。Andrea, ¿me escuchas? La niña se encuentra bajo ese montón. Estamos aquí para rescatarte, por favor, grita. 因为意外来甲伤突然，将伊尾造成3死3伤的惨剧，罹难的拢是年纪还未6岁幼童。Tuve la oportunidad de escucharlo y me da tristeza porque estuve ahí en el momento y logré escuchar al niño. En realidad logré escuchar al niño, alcanzamos a escuchar el ayuda, pero por más de que nosotros nos esforzamos, el niño llegó acá al hospital sin signos de vida en realidad. 着急等待家属心情随着现场救援状况起起落落，最后等到的竟然是囡仔死的消息，互因真歹承受。
No, pues que cualquiera se conmueve, señor. Cualquiera se conmueve. Cuando nos avisaron que el niño ya estaba pues fuera de peligro, que le han traído al hospital, que ya los niños que estaban bien, que estaban era porriaditos。哥伦比亚北部最近大水互相在伫这件意外发生的同时，西北部大城麦德林郊区也发生另外一件土石流，夺走2条人命。公司新闻站回面编译。过来世界上大条，要带大家做回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首先要带大家来看讲日本产经新闻，今日台湾有175名名人各企业联名入主伫咧日本产经新闻报纸顶面悼念前首相安倍晋三。另外看到韩国朝鲜日报报道，中国第2季 GDP 敢若增加0.4%，比按算的搁较低。另外看到英国 Times 报道，保守党党主席战争这块，咱看到讲排名第2的 Durant 被攻击，第3的 Truss 得到党内的帮赞。另外看到美国 New York Times 报道，民主党参议员或者 Manchin 未当这个支持啦这个咱讲气候、这个加税等等这个经济方案。另外看到美国 Washington Post 报道，美国国会不断这阵调查重要档案竟然被抬掉，川普政府的前政府备受质疑。今日热区对话要带大家好好来了解，讲英国首相 Boris Johnson 因为坐见笑台、复杂调野，拢总赶落台。顶礼拜撕掉保守党党主席以后，即阵这个新任党主席的选举已经经过2轮的这个投票，前财政大臣或者 Sunak 领先，伊咧是印度移民之主，伫咧英国大汉，即阵可能真做是头一位印度裔的英国首相。另外排第2名、第3名的是2位女性，一位是国际贸易副大臣或者 Mordaunt， 另外一位是捌公开支持台湾的外相 Truss。未来保守党党主席会由全体这党员投票来产生。即阵 Sunak 虽然领先但是外界民调是支持 Mordaunt， 这个支持度有影较悬啦但是党内对 Mordaunt 炮火是不断 ，Truss 这个声势嘛开始咧赢。英国是要产生第3位女性首相，或者是头一位印度的首相，大家拢咧看。And I want you to know how sad I am to be giving up the best job in the world. 英国首相Johnson伫顶礼拜7月7号宣布辞掉保守党党魁职务，保守党党内就出现过来要竞选后一任党魁候选人。经过保守党国会议员第1轮甲第2轮的投票了后，目前各剩5个候选人有资格继续参选。其中伫第1轮甲第2轮投票拢摕到上悬票前财政大臣Sunak，爸母是移民到英国的印度人，家世非常好，自细汉就是读好野人的贵族学校。伊本来伫真出名的高盛投资银行上班，2015年当选国会议员，开始投入政治。2020年得到 Johnson 的提拔，任命伊做财政大臣，是英国历史上第1个印度人后代出身的财政大臣。As is the fact that once we've gripped inflation, I will get the tax burden down. It is a question of when, not if. 苏纳克伫2020年 COVID-19 疫情爆发了后，提出真侪救经济的计划，得到真大的肯定。伊的太太甲伊同款，嘛是印度的移民，非常好业，财产估计有超过9亿美金。但是前一阵仔有发生逃税的事件，互民众一寡无介好的观感。We must win that election. I am your best shot at winning that election. I am the candidate that Labour fear the most. 讲话非常有气势，伊就是另外一个要竞选后一任保守党党魁的 Mordaunt。伊伫2019年的时，就担任英国有史以来第1位女性的国防大臣，真强调爱国主义，主张英国爱脱离欧盟。虽然目前保守党议员的第1轮甲第2轮投票拢是苏纳克领先，但是根据民调，Mordaunt 才是保守党所有党员上届支持的候选人，所以若是到最后阶段由党员来投票，Mordaunt 真有可能会当拍败苏纳克，变成英国后一个查某首相。除了 Mordaunt 以外，英国外交大臣 Truss 嘛是另外一个真有实力的女性候选人。伊之前捌公开警告中国来挺台湾。We must ensure that Taiwan is also able to defend itself. Truss 目前的支持率排名第3，伊这2天真拍拼伫咧吹票。另外排名第4的前边境事务大臣巴德诺克，甲排名第5的国会外交委员会主席图登哈特，希望会当透过续落来要举办的3场电视辩论会，来争取更较侪的支持。英国保守党党魁的选举，伫国会投票应该伫后礼拜20号就有结果。
最后的2位候选人会有所有20万保守党的党员投票选出来，上班9月5号就会知影啥人是新的党魁。记者甘延朋友。为什么英国保守党未来党主席选好掉，就是未来英国首相这人选的，这是英国这个选举制度哈。拄则嘛讲到，前财政大臣是印度移民之子，即阵2轮党票，伊拢是第一名。英国人看起来已经准备好势，要接受这个毋是传统白人的政治人物来担任首相。今日特别来邀请国防大学战争学院教授张志东哦，过去伊嘛是伫咧英国读博士。教授，你安怎来看咧？即届若苏纳克伊真正会使出头，迄真正是对英国来讲，这是毋捌听过的大代志啊！就是讲，你看，这遐少的人，迄印度裔啊，吼，若即届会使伫保守党内底会使出头，吼，这对英国来讲啊，吼，这是足重大的代志。毋过，特别咱来看吼。英国保守党啊，吼，恁即摆来讲，因讲是有差不多20万的选民吼，都是要20万来选这上尾啊一轮这2个人。20万内底啊，吼，有95%以上啊，拢是白人啊。你是讲即款的局势，迄苏纳克印度裔吼，伊若会使出来，真正是。足重大的代志，对英国社会来讲。有影讲到斯纳克这个移民之子的拍拼故事，有影精彩。不是个咱讲到伊29岁时阵，就含伊的这个牵手来结婚哦。牵手身价估计是7亿的这个英镑。爸爸是经营印度真出名的公司的这个头家。斯纳克连2个阿某因拢真好嫁，不是个太太其实有这个税务的这个问题，敢会影响斯纳克选保守党党主席大位？继续，搁要来请教教授啦吼。教授，你安怎看因这个税务的啦吼，伊的这个问题咧？我想当这当然嘛有啊，其实吼，咱若搁看吼，其实迄苏纳克伊就参加迄Boris Johnson迄派对门啊，伊当初时嘛参加迄派对门，你知影？所以讲啊吼，伊即马伊的 background 就是吼，有就是毋是白人，然后即马搁有遐济代志，其实吼因兜是。医生世家啦，好嫁毋是因兜伫好嫁，是因某伫好嫁。因甲因某的财产吼是英国前就是250名上头前好嫁人内底之，所以讲，这伊的即款特别头拄仔你问到的吼，即因某因税务的问题，到这可能我想讲，伫伊在。上尾一轮啊，或者投票的时阵啊，吼，可能啊，吼，我想讲2个啦，吼，伊的迄税问题，以前吼，佮参加迄Boris Johnson派对门的代志，然后其实我是讲啊，吼，也有啊，吼，我真正是，我会讲 very surprise，那真正迄保守党吼选一个是。白人啊，吼来做因的首相，这真正天大地大的代志，嘿。是。有影吼讲到这个保守党来党主席，有影佫有 surprise 可能会排伫后壁，就是这个第2名、第3名吼。国际部的副大臣 Mordaunt 以及捌公开支持台湾的这个外交大臣 Truss 吼，因可能嘛有法度，咱讲产生第3位这个英国女首相，尤其大家拢无清楚哦。咱看到这个 Thatcher 和 May， 老师咱看哦，2位女性人选，敢有可能产生？这个第3位英国女首相咧，因啊真正是因咧2个选调吼，女性选调迄是第3摆，因为头一个是柴契尔夫人，大家拢知，顶一届就是嘛是保守党的梅姨，吼，伊迄是脱欧输给 Boris Johnson，那真正是这2个女性会调，迄女性会调吼，这是第3届，其实吼这嘛较罕。辩论先讲啊吼，因为规英国嘅社会啊吼，咱其实咱会使知吼，迄是真正是较保守嘅国家，所以讲，无论是讲是女性，还是讲迄少数民族吼，来使即届伫即届选举
内底会使调啊，吼，这拢是足特别的代志。未来结果，咱就好好来感谢吼，咱继续，咱要来观察啦吼，感谢。接来，咱要带大家来看看英国首相也被产生，意大利这个总理Mario Draghi 就先来辞职，因为伊领导的这个多党联合政府咧，暂时是因为反建制这个政党五千运动拒绝支持一项价值230亿欧元的这个社会福利法案，面对倒台危机这阵的这个总理向总统Madarega 来向话要辞职，却被总统来拒绝。意大利参议院则是对总理德拉吉针对交通的偏重高薪活费所提出的230亿社会福利法案进行表决。结果法案已经172票赞成，39票反对，顺利过关。不过联合政府的反建制政党5000运动反对法案当中一项要伫罗马兴建本所分化路的计划，拒绝参加投票，所以德拉吉面临倒戈的危机。Sono conseguenze imprevedibili provocate da scelte irresponsabili, inimmaginabili di una forza politica che sta facendo danni soltanto agli italiani. 捌担任欧洲中央银行总裁，为2021年2月开始领导意大利多党联合政府的德拉吉，迄天就向总统施政，随后叫人退回，佮要求德拉吉后礼拜3向国会进行报告，避免提早举行大选的情况发生。意大利原定2023年要举行大选，不过若做联合政府倒台，投票就会提早到今年秋天举行。Una follia, un atto irragionevole. Evidentemente non c'è un interesse ben diverso, c'è interesse a recuperare voti perché chi è contro, chi è all'opposizione recupera sempre voti. 第2018年选举摕到1/3选票的5000运动，最近这几年支持率落到剩11%。国家外交部长迪马尤顶个月脱党，另外成立新的团体，领导人控制安尼做，就互人解脱想要带动基层选民的热情。不过是以意大利的经济甲社会稳定做代价。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最近的消息要带大家来看讲，全球第4好企业 Microsoft 创办人 Bill Gates， 即阵讲伊要继续来管个人的财产，金额咧差不多是6000亿的这代票，要互家己的和政府所创立的基金会，并且未来嘛按算会管家己所有的资产，要退出好野人的排名。前俄罗斯秘鲁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上台准备演讲，伊伫13伫个人推特宣布要捐出个人部分财产，互伊甲前某创立的基金会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比尔盖茨认为，因为通货膨胀影响到生活经济所在，基金会有必要增加对健康、教育甲帮助善车人的投资需求，所以要增加捐予基金会的钱。With the support and guidance of our board, we plan to increase our spending from nearly $6 billion per year today to $9 billion per year by 2026. To help make this spending increase possible, I am transferring $20 billion to the Foundation's endowment this month. 这个基金会是全球上大的慈善基金会之一，主要咧改善全球卫生、性别平等、甲教育这议题。是比尔盖茨甲伊的前某梅琳达20年前做伙创立，有将近500亿的美金资产，嘛得到巴菲特这有钱人支持。这基金会嘛是 WHO 世卫组织上大的私人捐助来源。在2018年，捐助金额排伫美国后壁。面对影响全球的俄乌战争、新冠疫情甲气候变迁问题，比尔盖茨表示，这个时代的重大危机，爱全球所有人做更较侪代志，所以计划加大部分的财产捐予基金会，甲资源献予社会，而且退出世界有钱人的排名。As I look to the future, I plan to give virtually all of my wealth to the foundation. I will move down and eventually off of the list of the world's richest people. I have an obligation to return my resources to society in ways that have the greatest impact for reducing suffering and improving lives. And I hope others in positions of great wealth and privilege will step up in this moment too. 结果今年4月，富比士统计，比尔盖茨有关是全球排名第4名的有钱人，个人身价1180亿美金，差不多代表3条5000多亿。伊伫1995到2010年，啊，到2013到2017年，拢是全球第1名有钱的人。即马伫伊捐钱予基金会了后，各国排名会落真济。公司新闻电视董炳益。另外来看讲，乌克兰、罗西亚战争进一步加深黎巴嫩这个经济危机，因为欠麦啊。麭变做是一种真稀罕、真珍贵的食品。即阵啊咧，百姓都爱逐日排几啊点钟才抢麭，有民众就 complain 讲，国家和人民拢食袂饱，这款日子唔知爱过偌久。
拍拼伸手将钱摕出去，想办法买到一块棒，后壁还佫一堆人咧排队，都是为了会当买到这几工的食物。只是买棒都爱排几啊点钟，听起来有淡薄含。也毋过这已经是黎巴嫩人的日常生活。اليوم هالمسله هذه ما بعرف لين تقدر تخلص ما بعرف الله وكيلك بدك فيه تعمل هم وغم وشو بدك تحقق خبز ودواء وبنزين وشغل ما في يعني بنعطل شغلنا ليجي ياخذ ربطه خبز بالمسله مثل ما بدك شيء بده 黎巴嫩经济不好已经有一阵啊，俄战争搁造成欠白啊、无白啊，黎巴嫩主要面粉工厂只会当关起来，烘焙店也休困，少数几间也有咧做生意的店头，大家拢有一大堆人排队抢买棒。 خوفوا الله يا دولة انزلوا على الارض شوفوا العالم كيف عم تنزل شوفوا العالم كيف عم تجلبهم ما بقى في حدا يقعد بهالبلد العالم عم تسافر عم تكب حالها بالبحور خوفوا الله وانتبهوا علينا ما بقى فينا نتحمل 联合国这个月初指出，黎巴嫩已经处于危机状态，5月起，互9成黎巴嫩家庭只会当欠长内度，当地也有活1/3的劳工失业。若讲全球继续升悬，黎巴嫩的粮食安全问题恐惊只会更加严重。黎巴嫩某纺协会较早表示，一礼拜会进口35000吨的麦芽，会当暂时减缓欠麦芽的问题。公司新闻邱焕玲编译。 世界带路家要带大家来到泰国，要看一只细只象无细字摔落去排水槽内底，人类出手要来相救，成麻醉象母哦，因为伊伫遐哭哭咧等吼，无想到讲这象母咧竟然紧张甲摔落去排水槽内底，而且咧佫弄到头部，救援人员吼只好请吊车对昏过去的这个象母赶紧来急救，加在尾啊，象母仔囝拢总平安。 想要爬出排水槽的象囝，佮跋倒转去，发出哀叫。边仔的救援人员是无用对弄着头的象妈妈做 CPR， 2名查甫人规气就爬起哩象的身上，用力刺。这场罕见的救援行动发生伫泰国中部纳空纳玉湖的国家公园。当时当咧落大雨，一岁大的象囝无细哩跋入一个排水槽，象妈妈手伫边仔就救甲特别掠光。这位居民经过发现了后，是通报有关单位。救援专家发现要救象囝，爱互象妈妈安静落来，所以就对象妈妈做3支定情剂。 想袂到象妈妈头醒了后，也跋落排水槽，规个身体卡伫水槽的顶面。救援人员只好用吊动机先将伊吊起来，刷落来，对头壳弄着伤的象妈妈做急救，也用机具将排水槽洞口边路边，互象囝家己爬出来。象囝脱困了后，是走去妈妈的身边吹奶啉。这个时阵，救援人员伫大雨中犹原拍拼抢救象妈妈，希望伊赶紧醒来。无偌久，果然有动静，直接就起来。这一刻，互救援人员真感动。 因徛远远的看，送这对象母仔囝回去心灵。救援人员表示，这场戏剧化的救援行动，前后用3点外钟，也互因一世人拢会记哩。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 荷兰大画家梵高在生时阵，咱拢知伊无介出名，佮有一病，家己挂耳想袂开哦。死了后，伊画图继续才来大起。斯嘉人即阵就画廊发现讲，100亿毋捌公开过家己画这图样哦，倒边的耳孔也佮伫咧哦，创作时间可能就是挂耳进前。 画面上露喙手指无啊白暗金，正面伫阴暗的所在，倒耳游园看甲真清楚，眼神看头前的画像，就是上新发现荷兰大画家梵高的自画像。 Here we have Head of a Peasant Woman by Van Gogh, and on the reverse, hidden by a sheet of cardboard, we have what we imagine to be a previously unknown artist's self-portrait. 英国苏格兰国家画廊杂志真欢喜表示，受福斯伫体要办的展览对父母的农夫做电工检查的时阵，发现这超大惊喜。 When we saw the X-ray for the first time, of course, we were hugely excited, absolutely thrilled to bits. Such a major discovery of an alternative composition happens once, twice in a conservator's lifetime. Van Gogh is one of art history's most well-regarded artists, so it's always an important find. And on top of that, what he's best known for is his self-portraits. So to find another self-portrait, you can understand why it's quite an eventful find. 画廊表示，
为同时间推出是韩国1886年搬去巴黎，受印象派画风的影响，开始探索自画像了后，家己1888年返国，家己挂倒去进前。文综版韩国要为7月30到11月13伫爱丁堡苏格兰风格学院展出，了后专家会伫无损伤地白色膜的农户前提下，企图勘伫自画像的加水甲纸板。一世人散车韩国定定会中学使用微博，也直接伫微博后边画图。公司新闻王亚峰编译。以上就是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我是阿明陈伟民，下礼拜同一时间咱再会。